先对什么物件开始咧？吼，愈本土愈国济啦，吼，愈本土愈国济。昨啊吼，我就来遮先去用今仔日要用的设备嘛，吼，昨下晡啦，用了以后啊吼，因上会啊吼，副会长 Amy 啊吼，甲迄个从小吼，伊就从你知影从小因太太欧阳是。足够唱歌的喎，吼，像佫有迄个五重奖有啊，迄节目上过节目，我就甲因两个去食饭啦。食饭的时因就讲伊今仔要去纽约去啦，要去纽约去。從小就講，恁人因平常時買休困的時啉一杯啥，我就講，恁人吼去紐約去的時，會當去一間啊吼 ，Double Chicken Please， 迄個 bar 啦吼，是安怎？因为我记得我2018年来时啊，吼，2018我顶一届来是有小介一个啦，吼，一个啦，就是啊吼有一个台湾囡仔啦，吼，叫做江嘉温啦，吼，江嘉温啊咧，吼，伊啊吼伫纽约区，吼，迄当阵伊是伫一个纽约区的 pub 内底咧食头路，结果吼伊就调酒调甲世界冠军，你知影？吼，是安怎会当得到世界冠军？伊讲啊吼，伊一个台南囡仔啦，台南囡仔来美国，用美国人的方式去调美国酒，敢调赢美国人？我问恁啦。调袂赢嘛，对无？调袂赢嘛，调袂赢要安怎？伊还有伊家己的特色，伊就想讲我啥物是我的特色啊？我台湾来的啦吼，台湾就是我的特色。台湾就是我着啥物物件？细汉爱食麻油鸡啦，你想看觅麻油鸡调酒敢会啉醉？麻油鸡是毋是咸的、咸的、烧的对无？调酒是啥？冰的、甜的、冷的，哇是毋是安尼？完全是倒变的物件。要安怎咧？伊就伫遐试啦吼。若想着。麻油，恁感觉麻油爱掺啥才会下味？姜啦，但用麻油甲姜调出来酒敢会啉醉，啉起来就麻油姜，无法度啊！就遐试规波，最后安怎？最后就是即杯，即杯看起来吼真水对无？伊内底有麻油芳，用迄个啥 cucumber。有无用迄个人讲鸡仔年啦，阮遐是讲试鸡仔啦，嘛有人讲牛仔鸡，这去调做一杯酒安尼。结果吼，因为口味足特别的，外国人毋捌啉过麻油啊，啥物人啉过麻油对无？敢咱台湾啊，所以伊用伊故乡的滋味得到世界冠军。这是咱讲的，你伫国外生存，台湾人伫国外生存要甲人竞争，要安怎才有家己的特色？是敢若咱有别人无的。台湾文化就是敢若咱有人无的。台语就是敢若咱有别人无的，对无？是毋是安尼？你看后续发展，迄是2018年我就讲过即个江嘉温的故事啊，但是后续发展安怎？后续发展呢？江嘉温就是纽约区佮开一间bar，伊讲去参加比赛，所以旧年2022年的时啊伊美国上悬的名厝啊伫纽约区的 Double Chicken Please，就是安尼，伊个头家就是。你看，头家就是伊啊，来自台湾啊。伊讲啊吼，伊内底迄个餐点的迄个灵感啊，就是台湾的咸酥鸡啦，台湾的咸酥鸡啦。所以甲台湾的咸酥鸡迄个气味，甲改良，甲放来美国，结果咧安怎？结果安怎？招牌的鸡肉有无？sandwich 是台湾式的鸡肉糍来，台湾式的鸡肉糍来，有无？所以咱讲啦，愈本土愈国际啦，就是你伫遮要甲人徛起，要甲人竞争，啥物物件是互你甲别人无共，就是咱台湾的文化，咱台湾的语言，对无？是毋是安尼？所以台湾文化啦，互咱甲别人就拢无共款，拢无共款。台语嘛，互咱甲别人搁较无共，好海外啦，海外就是。大家用这啦，其實咱記咗一個例，但時間有限啦。大家看賣講，台灣這幾年啊，我唔知各位這幾年有等去台灣無？台灣啊台語即馬強滾啊，已經完全無共款啊啦。過去啦，咱對台語的印象是啥？咱對台語看法來看過去咱對台語的印象是啥？我互大家看賣啊，過去阮收集的迄個台語看板寫做啥款？來，先做互大家複習一下過去的情形安尼，過去的情形。来，這是阮台中一中啦，我台中人啦，阮遮遐有一間學校叫台中一中，台中一中附近有一個賣雞排的啦，台語佇倒位？台語佇遮啦，伊安怎？食較緊30啦，這要哪了？食較久50啦，你欺負迄個食較慢的，對無？食人食飯較慢啦，咱共加薪錢，無啦，毋是啦，伊這無互伫遐食咧，迄就是早走的啦。啥物互你食較緊，啥物互你食較久？
嘿啦，小份的30啦，大份的50啦，安尼了解啦。小份的就食较紧嘛，大份的食较久嘛。你家己甲家己比，毋免甲别人比啦，吼，对无？这演过就是安尼。啊，但你知影迄个食啦，吼，什物啊久啦，吼，迄拢是乌白写的字，对无？吼，好，啊，过来咧，吼，这吼，阮兜附近啊，吼，有一间叫爱蛋啦。对吧？这间叫啥？这间鸡排店啊，吼，叫做爱蛋啊。伊毋是一个小爱，一个小蛋啊，吼，合作开一间鸡排店，伊是啊，吼，伊讲吼，你若要来买我的鸡排安怎？爱蛋啦，爱蛋啦，心里有影足好诶，拢排咧排足长诶咧，因为伊就甲你讲爱蛋啦，对无？所以大家就听啊懵咧，懵排对无？是毋是安尼？爱蛋鸡排啦，我生理有够好诶啦。这是演过的台语看板啦，吼。好，啊，这是啥物物件？这个袂啥？低会贵哇，低会贵啦哇，是不是安尼吼？就是乌白写嘛吼，当然人吼就想要写台语，但是演过咱的教育吼，无法度互咱会晓写台语，啊所以吼伊就用英文啦、倒华文啦，即伊会晓的字拢甲乌白甲写，然后你就要表现的低会贵对吧？低会贵啦吼，好来吼，这是迄个啥？这是倒位呢？这伫迄个台中的科学博物馆，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对面啊，吼，低会贵啊，吼，啊，过来啊，这啥？这张图毋是我翕的啦，这标列的，但是网络厉害安尼。这个叫啥？这要哪了？厉害啊！厉害，吼，厉害啦吼，这个哪了啦吼？这吼真的是台语看板啊！台语看板演过，我是讲过去啊，过去的台语看板啊，因为大家拢无受过台语的书写训练，所以大家拢无袂写。所以安怎？我讲迄是台湾人的精神训练啦，吼。安怎精神训练呢？你要用华语去甲念，这要哪念？显著 A 加 B， 是不是安尼？但是你要用台语去想伊意思，叫啥？显著 A 加 B， 哇，是不是精神训练？你用华语去念迄个汉字。结果用台语去想伊个意思，是不是安尼？吼，对无？那是台湾人的精神训练。吼，啊，过来咧，过来一个叫啥？这叫啥？这叫啥？这个卖啥？卖奶鸡啦，毋是卖鸡肉啦，对无？吼，这毋是卖鸡肉啦。啊，这奶鸡啊，喏，这奶鸡是啥个？行路足慢的哦，嫌慢，什么意思？我袂臭连台话，嫌慢喎，吼，嫌慢喎。是不是安尼？甜慢的奶鸡啦，哇！哦，所以你看台湾人有创意无吼？啊，这个咧，这个卖啥？这个卖啥？这台语好的人啊吼，拢会念什么树木、树强地家，结果毋知咧卖啥对无？台语歹的都知影迄是啥对无？因为台语歹用华语去甲念，就知影。不要哪念？用华语去念这4字好无？树叠加。什么意思？速供啊！哇，速供一家，速供一家，哇，速供吼，好，这就是速供啦吼。啊，过来咧，啊，一个咧，拜托安怎？哇吼，你用一个卖两个啦，迄个温泉两拢无关系啦吼，无关系啦。这个讲啥？大家用华语念，看卖就知啊嘛。昏头卖卵蛋，昏头啊，昏屎啦，哇，昏屎，哦，卖乌白蛋啦，哦，卖乌白蛋，哇，是不是安尼？哦。演过台语看板就是拢安尼啦，吼，拢全是种个啦，乌白写的汉字啦，对吧？拢乌白写的汉字啦，吼，所以咱对台语印象就是讲啊，足好笑的啦，足好笑的哇！但是足好笑的以后啊，吼，过来咧，大家就看袂起台语啊，啊，这是要王不王笑的安怎吼？来，这是阮之前啊，吼，我甲另外2位教授啦，吼，我2位甲康培的教授、甲杨文教授，阮有3个人合作出版一本叫做《看看板》的册啦，吼，看看板安尼吼，伊内底就是阮3个人去收集全台湾各地，吼，收集过来千底看板、台语看板哦，吼，啊，甲伊经出一寡较趣味的，啊，甲出成一本册安尼啦，吼，你看这叫啥？这叫啥？这是什么意思？爱你食，爱你食啦，吼，你卖物件啦，做餐厅啦，爱你食有无？哦，你就是讲啊吼，反正就是有一本这个，阮有合作出一本册安尼啦，叫看看板安尼，吼，看看板。
好，但是啊吼，即摆的发展吼，还是演过啦，但是即摆发展吼，已经完全无共款啦，互人想袂到啦，互人想袂到，你若想袂到啥？立委啊吼，用台语写 FB 啦，这屏东的立委作家宾有无？屏东的立委哇，伊伫 FB 安怎讲？屏东饭汤青草阁好食，赶紧来屏东佚佗食好料。哇！伊竟然啊吼，一个立委伫 FB 内底用台语写，哇！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时代敢若无共款啊吼！咱个美国的代表啊吼，立委啊吼，用你看伊的名，伊的这个小米球，有无吼？伊的后壁。伊的后壁英文是啥？我毋知后壁看清楚是 BIKHIM 是啥物啊？李琴啦，对无吼？伊讲安怎？莫叫我小美琴，我毋是小美琴，请叫我小美琴啦，对无？我是台语人，对无？因为之前迄个民主局长有叫我做伙去拜访迄个小前锋牧师，就是迄个美琴大师的爸爸嘛吼。迄厝里拢台语家庭啊，对无？所以自细汉拢讲台语，叫学罗马字啊，美琴，你看。这个咧，这个是 Freddie 啊吼，伊的 FB 嘛是 Freddie Lim，L-I-M 有啊吼，伊毋是林咯，伊若是林长左的林，伊就写 N 有无 ？N 就是华语啦，对无？但是伊毋是，伊是写 Freddie Lim 有无？伊讲叫我林，吼，莫叫我林，吼，无共款台语，其实伊定定拢抛迄个伊甲因查某囝讲台语的迄个影片伫个 FB 啦，官方有咧用啦。啊，再来咧，咱侨委会对无？咱侨委会啊吼，为着要杀台语啦吼，有铺做足侪代，所以你看，你敢知影为着台语啦，吼，迄个啥，咱做了啥物啊？尼啦，吼，迄侨委会吼，侨委会嘛，最近拢咧杀台语啊，所以侨委会有一个台语文的学习班，有无吼？台语文学习班啦，吼，有无？伫即个侨委会内底啊吼，有兴趣诶，大家咱去看卖安尼吼，所以侨委会嘛足拼死，好有这官方啦吼，民间的民间的吼。这2年啊吼，台语用甲强滚啦！这间伫倒位，你知影？这间伫倒位了？这间吼叫做迄个啥？秦美成品，秦美成品伫阮台中，伫阮台中，是少年人爱去的百货公司哦，因为啊吼，迄对面就是一个什物，或者什物，一个大真大的草埔，台中的什物音乐节啊，什物亚洲音乐节，迄拢伫遐举办，少年人足爱去的啦。这个百货公司是少年人去的百货公司。伊啊吼，伫前2年的7月时，用一个布袋戏台，迄足悬的哦，这其实足悬的，2层楼较悬哦吼。戏台面顶吼全部拢用台语啦，来这边来念，大家念看嘛，会晓无？食人够啦吼，有无？食人够，面顶汉字，下面罗马字，这是即摆台语运用伫台湾的趋势哦，就是汉字甲罗马字拢有，这就是台湾即摆会当去恁这边的人甲这边的人做伙来看台语啊，但是啊吼，拢写毋对。对无？拢写毋对，罗马字的食吼嘛写毋对，汉字的食吼嘛写毋对。不过吼，民间咱莫要求较济啦，会用袂歹啊。这是啥？有人晓念无？这较困难。袂歹，这 Q 弟弟啦吼 ，Q 弟弟哇吼，这叫 Q 的啦吼。这啦，好食甲会当字哇。这咧。啉咖啡啦，啉咖啡哇吼。这是啥？有电汤乌白菇，乌嘛写毋对，不过吼，就是伊规个你看妖怪加细字哇吼，是毋是安尼？食饱营养无代志哇吼，这个霸道妖有保庇，就是规个少年人的百货公司是用台语啦，过来咧，这间最厉害，这间是啥物物啊？第6市啊，老台中拢知影讲啊吼，台中敢若5间市啊，第1市啊，第2市啊，第3市啊，到5间公有市场啦吼。你知外国人去台湾啊吼，上爱创啥？上爱去踅什么所在？踅菜市啊，因为安怎？菜市啊有迄当地特产对无吼？但是咱台湾的菜市啊，你有踅过无？有吼，安怎？热翕啦，酱淥淥啦，吼迄个太高辣落啦，人伫遐叮，实在是无舒适啦，对无？这间百货公司叫迄啥？经典酒店啦，伫迄个搜狗的正对面，伫台湾。伫中港路，阮台中人讲中港路，台湾大道会遐啦。伊讲吼，来，我的一层楼开做一个第6市啊，传统市啊，你里面啊吼，迄鱼仔嘛是摆伫边角面顶，你会当安尼顶的哦，菜嘛是安尼铺出来啊，就甲传统市啊拢共款哦。但是安怎？但是伊是百货公司，所以内底凉有冷气，佫真清气想有啊吼。唯一的缺点是啥？有较贵淡薄，
因为百货公司内底嘛，对无？是毋是安尼？百货公司内底，啊，伊内底吼全部拢是台语的安尼，连伊的购物袋，伊买物件袋仔嘛是啥物件？家私袋仔啦，对无？这叫家私袋仔，哦，是最有特色的。台湾传统去菜市就看家私袋仔，啊，有一年啊吼，迄个详细济是迄看板就是用家私袋仔的元素去做的，哇，吼，好来。啊，这是啥物件？这是另外一间百货公司，它拄仔是金典百货公司哦，金典酒店，迄是文青去的啦，伊足有创造这个设计感。啊，这是啥？星光百货公司。台中的星光三月啊，吼，台中的星光百货公司大家拢知嘛。去内底踅啊，吼，踅到啥物？这间叫做 Uniqlo 啦，因为你知道 Uniqlo 是日本的日本的品牌卖衫的嘛，对吧？结果 Uniqlo 啊，吼，伊内底吼规间店行入啊，吼，拢台语啦。你今天的嘛，熟悉了吗？你今天熟悉了吗？吼，对吧？因为讲个如果做熟悉哦，穿伊的衫做熟悉的，所以要用罗马字啦，对吧？用罗马哦。可怜哦，日本的品牌来台湾要做生意，就爱先学台语罗马字，才当做广告哦，是不是安尼？所以哦，你看台湾吼，台语的运用，尤其是罗马字的运用，这几年甲以前完全拢无共款啦吼。来啊，星光百货公司有足济，结果我要行来另外一站楼啦吼，迄是咧卖地裤迄站，卖地裤馆，咱知影吼，阿元地裤是台湾足出名的迄个地裤无？啊，这啥？起对无吼？这咧卖啥物物件？起膏啦吼，你知影吼？若中文啊吼拢假啦，恁看鸡壳还是看起膏啦？恁看鸡壳啊，看起膏，我毋知影啦。但是阮拢看起膏，无咧看鸡壳，是安怎呢？因为中文拢讲假嘛吼，牙刷、牙膏、牙刷台语要来讲？起面啊！起面对，起对无？起面对无？吼，牙膏台语要来讲？起膏起油啊吼，哇，牙签台语要来讲？起涂啊对无？起涂啊无？中文是假嘛，拢是假，但是吼，台语的假是啥物？精生才叫假，有扑出来外口的啦，有扑出来外口的，吼，扑出来外口是精生叫假啦吼。啊，若起啊吼，我扑出来外口叫假，所以吼，人是拢啥？人拢起啦吼，所以你看假科就是表示你甲家己当作是，哇，所以阮拢看起科啦，所以这个是起啦吼，这个是起安尼吼。哇，啊，这嘛是柑啊，哇，柑啊，因为是啥橘子口味牙膏，不是柑啊，是起啊，哇，啊，原地裤，好，啊，佮行去成功百货公司另外一站，专门咧卖床包的，卖枕头布啦，吼，卖棉被啊，吼，结果就看到遮大字，你看，这要哪样？这嘛写唔对啦，这第八条无撇啦，吼，好，我紧拿一日地数啦，吼，一日地数，你看吼，罗马字遮大，你看，哇，如果罗马字遮大无？罗马字比汉字遮大，以前啊吼，拢是迄汉字大字，也是华语大字，啊罗马字天字啊哇吼，时代无共款啊，即摆罗马字爱大字，汉字爱较细，哇，是不是安尼？啊有4种旁义啦，吼，食红白、西城区、来片芳、顾民主，嘛是共款，汉字、罗马字，哇，是不是安尼？新光百货公司卖床包的所在，你看新光百货公司就台中的百货公司啊吼，一世界拢是。台语，啊，若有台语就会用到罗马字，哇！所以台湾完全无共款啊。啊，过来，这吼，这是迄个啥？即摆台湾的就是有名的酒啦，吼，有名的酒安尼吼。你看吼，这写咧这大字是啥？安怎念？有人会晓念无？奶鸡啦，吼，伊有着奖哦，伊有着迄个202的迄金牌哦。结果是啥？奶鸡酒，伊咧卖酒啊吼，罗马字写较大字，对无吼？我互恁看另外的相片，伊真。这是海报啦，我互你看真正生做安尼啦。来，这边哪里啊？这边哪里啊？奶鸡，这边哪里啊？梅啊，对无？啊，这边哪里啊？旺来，这啥？油啊，你看无共口味对无？拢做甲足水的对无？但是共同的是啥？罗马字大字，啊汉字伫倒，这细字无？梅子酒、凤梨酒，哇，是不是安尼？哦，啊罗马字大字，台语大声甲讲出来，有无？所以时代无共款啦，时代已经无共款啦。哦，伫台湾吼，台语是用较强滚啦，强滚啦，连可卡可啦吼，要来台湾啊吼，嘛爱推出各种无共款的语言呢。哦，啊，来嘛有台语的啊，嘛有客语的哦，来，这样爱记伫食饭，哇吼，爱记伫食饭，哇，可卡可啦。哦，啊，所以款的语言上好卖，台语的上好卖。吼，啊，什么语言上歹卖？
华语甲原住民语，甲迄家仔顶拢会出上济安尼，吼啊，台语、台语拢会袂了了安尼，吼，这是 Coca-Cola 啦，吼，啊，这是啥？这个卖迄个啥手摇杯喎，手摇杯咱台语叫做切茶啦，吼，切茶安尼吼，啊，切茶，你看吼，毋是在藏人尔，在藏人无啥，大家拢会晓用对无？重点是啥？你有看到罗马字无？山啊有无？山啊有无？山啊，就是讲吼，这大院子啊，吼大院子，吼这是台湾最有名的这切茶啊。连咧卖切茶就爱写罗马字，你看嘛？你看来写台语写罗马字，所以而且吼，迄种标准用字哦，甲头拄咱一开始看迄黑白写的字拢无共款对无？人即摆用的拢是真标准啊，佫有罗马字有无？时代无共款啊，伫台湾啊，卖啊酒啊吼嘛爱用这个啥？来，当我塑胶，台语要哪讲？这是少年人的用语哦，当我塑胶哦，台语要哪讲？看鸟无点，外口是汉字哦。罗马字伫内底有看到无？罗马字白白这就是罗马字有无？哦，是毋是安尼？所以吼，汉字加罗马字已经是即摆台湾咧用的迄个趋势，大方向就是拢安尼。吼啊，所以当我塑胶哦，就是啥看咧，啥物叫做看了无点？那有点的是啥物意思？就是你毋通看我无呢，吼，这个意思啦。但是咱看了无点，就是看人无。啥物物件有点？好点啦，饱点啦。对无？白白是生做安尼无？好点饱点无？啊，看鸟无点，啊你这无点，你这鸟啊，毋是饱是好啊，看你无啦。所以讲啊，你毋通看鸟无点呢，吼，你毋通看我无啦，吼，无鸟我，对无？是毋是安尼？吼，过来咧，这叫做是在哈喽，台语要哪讲无？迄嘛少年人的用语，你是在哈喽，对无？少年人安尼讲啦，台语要哪讲？变声。网有无？变声网，你一个变声网啦，对无？是毋是安尼？吼，变声网。所以呢，啊，伊甲转过来是啥？做个精精点点的台湾囡仔。意思就是啥？你若要做一个真正的台湾囡仔，就爱安怎？会晓念台语啦，有无？是毋是安尼？这所以台湾啊，连台湾秘鲁，这台湾秘鲁的馆仔恁看会出来啦，吼，卖啊酒，卖秘鲁，拢爱用台语啦，吼，所以吼。连食牛奶啦，卖牛奶拢着爱有罗马字啦，连卖牛奶拢爱有罗马字，你知？这倒一罐市的牛奶有罗马字，你知啊？你有咧？倒一罐市的牛奶就爱去写罗马字？当然嘛，台南对无？当然嘛，台南无什物所在会写台语对无？是毋是安尼？台南啦，台南的。但是我伫倒买，我伫迄第六市仔内底买。台中迄个金灯酒店内底第六市啊无，我定去遐买啊，就是有写罗马字，所以我定去遐买，好无？是毋是安尼？所以吼，这就是伫台湾啊吼，伫台湾这台语的运用啊吼，已经无共啊啦，连卖喙手无，这厝是摆你知影啦，卖喙手就爱教台语啦，苏式台语小教室，你有看着无？来去教咧，口喙手台语要来讲，口喙手哇，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就爱去用台语啊，所以搁韩国业嘛，拢有啊。今年过年啊吼，我去迄个买过年要用的物件，是我肉干啊，什么刺绣啊，结果看到乌桥牌嘛做台语哦，伫倒位有台语，食有啊，我甲伊放大就是安尼，乌桥啊，哇，是毋是安尼？都写罗马字啦，你看卖肉干就爱会晓台语罗马字，才会当卖啦，你看台湾对吧？已经变到完全无共款啦。对吧？吼，所以吼，台语啦，满世界啦，啊，强滚啦，愈来愈侪安尼吼，愈来愈侪。已经对少年人来讲，变做是一个做 fashion 的物件呢。若大家拢咧用啦，佮已经变做是啥？华语讲的流量密码，我互恁看一寡例啦，吼，看一寡例。这吼，麦当劳啊，吼，推出一个台语广告啦，吼，咱来看这个广告，吼，咱来看这个广告安尼，好来，这是。好来，咱来看。你敢知影麦当劳的牛扒堡哥为虾米这么好食？由于有新的三个步，会喘开100%纯牛扒，淡薄仔胡椒，淡薄仔盐，又足有滋味的。有时哦，汤是袂泡泡个幼绵绵，啊你看到、刷到、食到、嚼到，蓬松个 Q 软哦。青菜是现体现用，互你剥起来会卡子，足清脆。无怪遮尔侪人爱吃味，逐摆用心拢是为着好滋味。
你看文俊硕食班麦克在遮尔刷出。好，你看麦当劳推出台语广告，吼，结果啊吼，这台语广告啊吼，真强哦吼，麦当劳2个月就超过230万界点哦。哦，你知影麦当劳其他的广告啊吼，就算请迄个名称来讲啊吼，嘛差不多嘛拢几十万尔啦，几十万。但是啊，是安怎这支广告呢？这尔强，是因为俊硕大家拢捌晓。啊，是生都做引导诶，你是我唔捌什么啦，俊硕但是送对吧？吼，因为伊用台语啦，因为伊用台语以后，伊诶迄个啥点阅率吼10倍，向就变10倍，你知影？向就变10倍啦，吼，这是迄个他做迄个广告。啊，你知影这个广告配音是啥无？啥配音听会出来？什么导演？对，阿姚导演啦，吼，阿姚导演就是大佛普拉斯同学麦拉斯迄个啦，阿姚导演啦，台语就认得的啊，伊用台语配，但是麦当劳用台语的广告代表什么意思？广告是要送款，麦当劳是为着要复振台湾的文化，传承台湾母语，卖互后一代袂记哩咱的根伫倒位，所以来做台语广告晓。你感觉是无？无可能，莫骗啦，对无？麦当劳为着什么物啊？趁钱啦，趁钱嘛，对吧？为了趁钱，表示啊趁钱，所以伊广告啊吼，拢是爱照伊的人客啦。就是讲吼，伊的人客爱啥，你就爱放啥，对吧？麦当劳送你食，少年人嘛，对吧？吼，遮少年人较会去食麦当劳啊，人讲啊，咱中昼来食啥？啊，麦当劳应该就是年岁较大的人的第一选择嘛，对吧？吼，是不是啊？少年人好，少年人咧食，但是伊用台语广告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第一，伊感觉少年人听，对无？听台语对无？第二，伊感觉少年人会介意台语，对无？吼，所以有特色。第三就是伊感觉台语做广告有特色，结果安怎？有影无？有影啊！结果这个结果啊吼，2个月就超过230万加点阅，这个物件就是代表证明讲伊的想法是对的，对无？台湾的少年囡仔确实是真爱台语，好。你看，连用台语点菜拢2万人看啦！这我1个月前用的，什么用破台语挑战这个得来速点餐，我麦当劳吼，连一个人真无聊，这人足无聊的，用台语去麦当劳点菜，拢有2万人看，你看台湾人偌无聊无啦？偌爱台语对吧？是不是安尼？吼，所以啊吼，Toyota 看到这个物件，你知影 Toyota 要卖车嘛，对吧？吼，伊就推出一个。歌戏结合台语甲歌戏的广告，你知影？哦 ，Toyota 啦，吼 Toyota， 来，咱来看这个广告，这个广告真趣味，吼，这个广告。你听清楚无？小狼狗。哀哇，拢哀哇，不管啥物拢哀哇，啊这白。白马哇。哇，恁等你啊！
喝酒含摇18年哇！跳舞嘞！吼，对啊 ，Toyota 啦，吼 ，Toyota 吼，伊就推出一个啥，即个台语的广告，有无？结果吼，有效果无？一个月看的人超过130万啦！你知影Toyota以前嘛拢请足侪大明星咧讲对无吼，拢是几万啦，啊无几十万啦，毋捌超过100万的啦。结果吼，伊一个月就130万啦，哇吼！所以台语啊，用着台语啊，就强滚，你知影？吼，这是当时来咧今年出的代志，今年2023年啊。今年出的广告，你知影？今年出，结果啊吼，就结果足好个啊。结果伊的竞争对手是啥 ？Ford 对吧？Toyota 竞争对手敢是啥物？特斯拉，敢是啥物奔驰的？敢是啥物 BM 的？还是宾利？宾利吼，宾利啊，是物？毋是嘛，对吧？毋是嘛，伊的竞争对手是啥 ？Ford 对吧？Ford 啊，日产对吧？所以呢吼。Ford 就讲输人毋输阵啦，输人有些咱美国的车厂对吧？吼，伊讲人 Toyota 会当用台语做广告，咱嘛会当，但是已经甲谁签约啊？林依晨，你感觉林依晨讲台语敢无法度？可能无法度对吧？伊就讲吼，好，我无法度全台语讲话，安尼咱来用台语字幕，是吼，伊无法度用台语全台语讲话，伊就用台语字幕，来，咱来看。咱来看伊的迄个影片安怎用台语字幕。你看一开始是华语的。这个 schedule 真的不行。对吧？是毋是就华语就少年开的对无？啊，台语要安怎？台语是为，伊遮是咧算迄个啥？算文字的迄个地名。布地有啊。吼，东落的东落烧有啊。山上不在山上。山顶。水上不在水上。而我正在往路上的路上。好，这拢无台语，对无？但是开始有台湾的地名。他们的人情味是台南的腻。哇，你听我着无？罗马字无？食饱腻哇，食饱腻哇，台湾人讲话就是腻嘛，对无？安尼腻吼，安尼腻，对无吼？啊，搁来咧。是台南的腻。腻。台中的。食饱晓哇，食饱晓，你大家听到安尼晓，安尼笑，迄个阮台中，迄个阮台中，啊台南人安尼腻哇，是咪啊安尼晓？啊阮外妈吼住社头中华，伊拢请人食巴拉话，食饱，来坐话，来阮兜话，来食巴拉话，请人食巴拉话，是无？哦，所以呢吼，这就是罗马字，哇啊罗马字，啊搁来咧。还有宜兰的。吼，不离也水喎，宜兰人就讲不离也水喎，是不是安尼？不离也水吼。什么意思？这非常漂亮，真水啦，真水，哇，真好食哇，是不是安尼？因为宜兰叫真好食，但用华语有法度表现这种物件无？无法度对吧？汉字啦，我是讲汉字，用罗马字才有法度表现。无你汉字写来拢共款啦，罗马字才能表现地方的音有无？哦。哇，是不是安尼？有一点空间，安放你的心。心中不下的还有我的 Volkswagen。哇 ，Volkswagen，哦。New Ford Volkswagen。
哇！伊你就知讲，像即种车，伊的主打的对象是啥？少年人打毕业的，对无？打食头路的少年查某对无？但是伊就是要囥台语，对无？伊就要囥罗马字，哇！是毋是安尼？结果咧，效果安怎？效果好啊歹。伊讲啊，人迄 Toyota 吼做甲足好诶哇吼，啊我嘛来啃。结果咧，超过110万人点，吼哇，2个月超过110万人点，嘛足济啊！所以即摆台湾的趋势就是讲吼，你只要用广告，你只要用台语啊吼，伊就会强滚就对啊啦吼。所以我才讲台语伫台湾即摆已经毋是大家拢咧用，是变成流量密码，对无？是毋是安尼吼？就是变成讲你有用啊吼，就强滚啦。啊，所以吼，因为安尼啦，我头讲好啊，你竟然学我最近。顶个月6月，我讲迄今年，即拢今年的广告，你知影？吼，上新的吼，啊，头讲好来，你学我，我着安怎？你知哦？7月12，啊，佫毋是顶个月，是即个月。7月12的代志，在无偌久之前对吧？哦，无偌久之前对吧？10天前啦，10天前，伊怎佫推出第2集？就是迄个啦。四边贵阳宝川的第2集哇吼，第2集吼，结果啊吼，你看10天尔，7月12到当尔吼，偌济人点118万人看啦，哦，有恐怖啊吼，10天尔100万人看，安尼有你话大家拢看甲笑嗨嗨哇吼，3000外人看甲点哦，所以你就知影讲啊吼，这台语啊吼，实在是即摆伫台湾是强滚啦，啊，这是种上新的发展无？7月12发生的代志，所以吼。这就是流量密码啦，7月12到单就超过110万，啊，你家己点啦，咱无时间啊啦，吼，无时间啊，咱就无去点互大家看，因为这个 PPT 我会留互大家，就是即2天所有的 PPT 我拢会留互大家，大家当摕来扩走安尼，啊，你若要印纸本的吼，则拜托侨委会，我想讲咱环保啦，吼，就莫让伊印互大家安尼啦，吼，啊，但是拢会留互大家，啊，你家己再去点迄个所在嘛，吼，你摕落 PPT 家己去点嘛，哦，好来，啊，所以吼，啊，结果咧，啊，另外。那唱歌的部分，吼，唱歌的部分，这应该是什么大嘻哈时代2，吼，就是今年啦，今年发生的代志，上新的，就是台湾有一个 rap 的歌手叫阿夸明啦，吼，阿夸面啦，吼，阿夸面就是水人啦，阿夸就是水嘛，吼，面就是人嘛，水人啦，阿夸明迄个团体，伊啊吼，伊就是参加迄个台语 rap 的毋是台语 rap， 参加 rap 的比赛，结果一位的吼，前几名内底啊吼，有华语的，有台语的。啊，有英文的，华语的上济啦。啊，我嘛有英文嘛有台语的。结果台语的拍败华语，拍败英语，得到全国冠军。你知安怎唱无？咱来看伊安怎唱好无？阿夸面，你凊彩去 Google 啊吼，阿夸面啊吼，去 YouTube 拍迄个阿夸面啦吼，阿夸面，等下吼，阿夸面啦吼，你凊彩去点阿夸面啦吼。你看3.4个 M 是啥物意思？偌济？300多万人，3个月前，对无？嘛是1个月有100万的迄有吼。所以我台语啊吼，你若用台语差不多有1个月100万的迄个流量安尼啦。咱来看伊的迄个啥韩民啦，吼，即种的歌较适合伫咱上课时放啦，吼，你听看卖。我勇敢打拼，所以伫和成功相争。将咱的故事写成歌，谱上咱的密码。I have to keep running， 离开河边的暗暝，随便甘甜前方的路。咱甲时间搁倒去2当前伫昨暝，想起迄阵算是大工程，第一摆写了搁会使，感觉搁袂歹，还你嘛无想到我会徛咱这个舞台咧比赛。好哈，你看这啊吼，这个是300多万人点啦吼，啊其实啦吼，有一寡歌啦吼，嘛是足侪人哦，伊的歌凊彩拢100万以上无，风光少年兄，2万外人啊吼，啊佫有迄1万外人的，但是
恁那点仔注意啦，因为毕竟是 rap 对无 ？rap 啊吼，你若要放互少年囡仔看，你家己先看过，对无？迄 rap 内底有一寡歌词，有一寡迄歌词是较无适合囡仔的啦，恁知影啦吼，恁知影吼。所以吼，咱就放迄种即种较温柔的音乐、温柔的伊个作品来互大家看啦吼。你看台语的甲华语甲英语做伙比，结果安怎？着冠军啦，赢过华语英语啦。即几年台湾的什物金什物奖有无吼？什么外国奖，拢嘛台语的足侪得奖的，对无？是毋是安尼？台语电影啊吼，台语音乐啊，拢得奖啊，拢得。所以台语即几年的台湾的发展已经无输互华语，你知影哦？就是伫一寡所在，已经无共款啦，已经强滚啦。等下，安尼，无去啊，嘿哦，安尼好来，会使，我行一点，来，好来，所以吼流量密码，来高铁的杂志，逐期拢有台语，高铁的杂志，你若转去台湾啊吼，你坐高铁啊吼，逐期哦，你甲注意迄，逐期拢已经迄个方式是啥？这是今年3月号的啦，吼，你看春游保养正着时。伊个台语伫倒位？来，我看会使无？我看会使，吼，我看会使。看这位走较慢，我看会使甲伊放较大咧，会使呢，这个咱互感动。来，你看，伊是安尼用台语的吼，伊用安尼用台语的吼。你看，伊讲俗语讲啊吼，正月长2月久啦，过来咧。有人敢若有知影咧？伊咧讲12个月吼，适合啥物款的水果啊？菜色啦，有啥物款的菜色？正月长2月久，3月应，3月是应菜啦，吼，4月应，4月是杏菜，吼，啊，过来一直落去到尾啊，吼，就11仓12八，11是葱啊，11月是葱啊大出，吼，啊12月是迄个包白啊喎，包白啊，恁知啦吼，包白啊就是食火锅要用迄大白菜。迄大白菜啦，迄叫做包白啊，因为咱台语讲的白菜是细，迄种的白菜，啊，这种叫包白啊，吼，有啊包白啊，吼，啊，所以11仓12八，有无吼？是毋是安尼？这就是台语上，啊，所以炸老黄干吃菇菜安怎正就是你有看到罗马字无？就是讲吼，伊要用台语念的时，伊要叫你用台语念的时，伊就写罗马字，吼，啊，就你是用莫用华语读无？啊，你就是讲吼。一期敢若安尼尔，安尼无啥规本内底甲一个所在，我来看，啊后一页咧，即个专题了后换一个，吼，啊一个你看，即篇啦，吼，这篇有台语有罗马字无？你儿时最爱的囡仔蜜是什么？有无？囡仔蜜有没有？吃到干妈店抽长纸，吃到庙埕看红牙戏。还是拿胶片啊偷打水果，你有看到无？哦，少年人可能唔知影这是啥物件啦，是抽长纸，捌抽过无？吼，什物五角当做5把当做5角抽无？细汉你有抽过无？吼，就是讲你5角地咱抽一家，若抽到什物号码吼，你就会当得到500块，袂是种会好诶对无？吼，啊，迄数字拢足济，你就看什物几偌济，几十，我感觉着种机会足大，结果抽到拢几6万。不管啦吼，啊什么浸洪水啦吼，哇浸洪水哇吼，浸洪水。好，不管真的是高铁啦，坐高铁逐期拢看有台语。啊，恁知影星宇航空无？因为我讲星宇航空飞轮机顶迄个杂志是有台语的哦，伊的迄个 slogan 啊吼，伊飞轮机顶的杂志有2本嘛，一本是咧卖伊的免税商品对吧吼，另外一本是要介绍旅游的，因为旅游你来去坐伊航空公司，旅游迄本呢吼，你注意去，你若有机会坐到星宇航空啦吼，伊的迄个飞轮机顶的杂志是行，伊的 slogan 叫做 Let's 行，吼行，伊影片是行 is to travel， 我行用台语罗马字，哦行 is to enjoy。行 is to listen， 行 is to 啊，最后一个是 let's 行。所以吼，你坐较贵的，坐飞轮机啊，坐高铁才看有台语。啊，那台铁有台语无？无。通电有台语无？无。坐公车坐运，坐铁
路拢无台语，但是若坐高铁、坐飞轮机，坐较贵的你就看会到台语啊，对无？是毋是安尼？好，所以就是即马无共款的所在咧，台语已经无共款。iPhone 啊吼，就推出一个叫做卡金收，哇吼 ，iPhone 卡金收的 App 啊，你有注意到无 ？iPhone 的二手机啊，甲 Android 的二手机啊吼，价钱无共款，你知影？iPhone 的二手机啊吼，足袂落价，对无？是毋是安尼？哦，而且伊逐代出一直拢贵着，是安怎你知影？因为之前啊吼 ，Apple 公司有请 Burberry 的总监去做伊的总监。你看 Burberry 是咧卖啥？卖卡网的对无？吼，卖迄个名牌的卡网对无？吼，是毋是安尼？伊用名牌的chất料来做 iPhone， 所以甲 Android 无共款哦。你看哦，什么？啥物？安尼帆布袋，哇！迄个一个看起来无衫的袋啊，10万箍。10万块你嫌贵对无吼？明年变12万，对无？是毋是安尼？明年12万你嫌买袂落对无？后年变14万，对无？是毋是安尼？迄个名牌的卡网就是即种chất料啊，伊不管伊成本偌济，反正伊逐年拢甲你起价就对啊。吼哇，对毋对啊？所以 iPhone 嘛是安尼，所以 iPhone 变成迄种啥 fashion 的一个品牌喎，就是因为伊是用即个chất料去经营伊的 iPhone 的，所以二手机啊袂降价嘛是即个原因。结果遮 fashion 的品牌推出的 app 竟然叫做卡金收。哇，是不是安尼？伊就是要互迄个路边摊买当 B 啦，路边摊买勉强袂啥买当 B 的户籍安尼。所以你看，台语这今年的代志哦，这拢今年的代志哦，这拢今年刚发生的代志哦吼。所以连 FB 的，即个知影啦吼，即个知影是啥啦吼，这 FB 的头家喎，哦，主克伯啦吼，想要做台语翻译嘛吼，所以咱来看一下啊，看一下即个主克伯迄人就是安怎讲的。之前阮的世界交文化论坛有请因，请即个工程师来分享过安尼，感觉一下吼。所以加太真了解，啊，但是大家听。All right, so our team developed the first speech-to-speech AI translation system that works for languages that are only spoken and not written, like Hokkien. Pengzhen, who's one of the researchers on this project, is here to give us a demo. 你好 ，Mark。你敢知影咱的团队打造第一个支持口语语言的翻译系统？ Hi Mark, do you know that our team created the first translation system to support a spoken language? Yeah, this is great. Hokkien is spoken by millions of people, but since there's no standard writing system, that makes it pretty challenging to build a translation system like this. 这实在是真赞，有数百万人讲福建话，但是并无一个标准的书写系统，这互打造翻译系统变甲真困难。 无毋对，伫我细汉的时阵，伫学校学咧教福建话，伊是透过口语一代一代传落来的。 That's right. Hokkien was not taught in schools when I was a kid, and it is passed down orally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Do you speak it with your kids? 你敢有对你的囡仔讲？有啊，佮我的爸母。 Yes, and my parents. Well, thanks to your research, now we can all understand it too. All right, so 你看 ，FB 想要做台联对应的软体，就是我看到这以后，我就甲阮爸讲啊吼，爸，你要出国免烦恼啊，你就摕这啊吼，你就讲台语，试迄个 record 喎吼，就讲台语，讲台语咱就讲英语互对方听，对方讲话是你是 record 啊，伊就讲台语互你听，你讲免学英语免烦恼啊，你就直接出国去佚佗就会使啊。现在伊要打造这，为着要复振台湾文化。 咁安尼，为着要传承母语，当然嘛无可能对吧？伊看到市场啦，对吧？看到市场啦吼，市场伫倒位？你有注意到伊用的语言无？伊毋是用台语嘛，毋是用闽南语，伊叫伊啥物？福建话，福建话，倒位讲即种语言叫福建话？当然嘛，毋是福建叫伊闽南语，讲闽南语就是中国的啦，吼，中国的称呼，台语就是台湾的称呼，若福建话是东南亚的称呼啦。 你知影东南亚，所以伊看到毋是干那台湾市场，连东南亚市场拢会当去拍，哇吼，是毋是安尼？所以吼，伊用的是福建，哇吼，福建，所以连迄个啥，连朱克伯伊拢想要来做一个台语的安尼。我 FB 有一个对应的网站，你会当去算看卖啦，吼，算看。当然，迄正确度要需要加强，但是至少伊是会当一寡基本的拢无问题安尼。好，大公司是安尼对无？结果咧，咱的台湾人的第二代，这嘛是今年才发生的代志。咱台湾人伫遮第二代，伫遮做主席的，伊吼家己嘛做，我是毋捌伊啦，所以我毋知影伊倒位人。你敢有人知影伊倒位人？拢无人知影对无吼？来，伊咧做一个翻译的企业，来，我互恁看卖伊的 FB，
pause the Taiwanese translation in audio form for learning perfect pronunciation. To help other Taiwanese American kids out there with immigrant parents, I created Bubble, the Google Translate for English and Taiwanese. Open the web app on any device, input English sentences, and outpost the Taiwanese translation in audio form for learning perfect pronunciation. To help 好，这个吼，咱来算看卖，咱来算看卖，伊其实有一个这啦，伊其实有一个叫 bubble way，就是这个波巴的 way， 波巴 way， 好，所以就是这啦，你咱拍英语落啊，你个凊彩拍一个英语嘛，像讲好，咱就拍一个啥 cat 里啦，有啊好，就 submit 了后伊就安怎咧？安尼接办？有啊，猫咪，我毋知影是安怎伊会加一个咪啦，但是咱互伊念看卖。喵咪，这要真奇怪，但是你若拍这个咧，咱试看卖，猫是什么鸟咪啊？狗咧，看也变安怎？狗。马狗，伊这敢若今仔日怪怪，因为我昨咧算的时啊还正常，但是我今仔日算啊都怪怪安尼，但是伊只有一个迄个 audio 啦有这个马狗，但是什么物件但是伊就是去做一个即个软体，伊可能毋知啦，毋知什么原因啦就是软体总是有当时有关，伊就是做主线的，你知影？爱做主线啊伊怎啊咱会当去甲鼓励一下啦，鼓励一下。伊至少伊是足想要保存台语的，对吧？伊想要尽家己的力啦，做一寡贡献安尼，伊这叫做什么 Talia 黄啦，就是 TALIYAH HWAG 咱会当去甲鼓励的。你看这足少年的对吧？迄查某囡仔足少年啊，伊嘛想要做台语啊，所以毋是干那迄个，毋是干那 Facebook 要做台语。咱台湾人嘛咧做啊，像食滚啊，国外的媒体啊，嘛拢来关心啦。Wall Street 伫2021年年底的时 ，Wall Street 迄毋是啥物外国报纸对无？毋是足正经的报纸对无 ？Wall Street 华尔街日报啦，结果伊就放上啥，伊就来做台语的专题。这加拿大的广播公司啊，2023今年6月，就顶个月嘛来做一个台语的报道，你知影？来，咱互恁看卖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这个生做3款，就是生做安尼，伊标题是安尼讲，伊是法国话啦。是安怎呢？因为加拿大广播公司伫法语区，所以伊来访问，伊是用法语去写，哇，你看会出来这是台湾啦，台湾话啊，因为啦，拢是咱去。讲迄个纽西兰的迄个毛利语啦，毛利有无因纽西兰迄毛利，福建甲足好诶，咱去甲看啦也是讲啥物英国的啥物爱尔兰的语言，福建甲足好诶，咱去甲看啦，也是倒位美国夏威夷的语言，福建甲足好，咱拢去共学啦，讲人做甲足好诶，想袂到即几年安怎？咱台湾做台语的拍拼，国际有看到，换国际要来甲咱。问讲啊咱到底是安怎去拼台语的？是安怎台语伫即几年声势变甲遮好安尼？你睇，时代无共啊，表示讲咱的成果有去国外看到，你睇，有国外看到所以美国、加拿大因这是法语区想要来甲咱讲啦，因为因为我顶个月才去Vancouver尔，去Vancouver的时因就听到因讲法语人俩complain。讲对啦，迄看板拢双语啦，看板拢双语，什么政府的公文拢双语啦。问题是我用法语讲 say hello 啦，人嘛歹插我，人嘛是甲讲英语，对吧？是不是安尼？所以迄种假嘛，所以伊就讲，想要来看讲台湾到底是安怎咱进步遮济，进步遮紧安尼。虽然咱知影讲要有真济爱拍拼啦，但至少伊的进步是看会到的。所以国外媒体嘛来关心呢，所以。台语文发展到遮小可啦，小可其实有制度面的保障啊。你知影2013年的时，迄当阵阮开始咧做迄个政策方面的 push 的时迄当阵无法律啦，因为无法律啦，无法律嘛，即摆有法律，国家语言发展法，对无？国家语言发展法就是台语文的一个法律，即摆有法律保障。咱的台语文以前是无电视台，即摆有电视台，即摆有啥？公视台语台，你敢知影第几台？等于台湾第几台嘛？14台啦，14台。
啊，公司台语台设立了后吼，伊今年搁伫高雄设一个中心，南部中心，你知影？以前拢讲台北看天下，若讲后面仔载袂落雨，是啥物意思？是台北袂落雨啦，吼，就甲无毋知影，对无？啊吼，今仔日交通足乱诶，台北交通足乱诶，其他所在毋知影。台北看天下，即摆袂啊，今年开始因休热诶时啊吼，南部中心开台，吼，南部中心开台，所以吼伊嘛有南部观点啊，吼，嘛有南部观点啊。哦，好，啊，公司台语台是设立啦，其他的电视台嘛有样看样，所以华视嘛咧做台语新闻，迄台视嘛咧做台语新闻，民视什么拢总有台语新闻，囝电视拢总有啦，所以伊迄影响力是大哦，媒体有啊，啊，本来是国小有课尔，即摆变国中、高中，国小一定课，伫旧年开始，全台湾的囡仔伫国小、国中、高中拢有台语课啦。啊！你想看觅学遮侪年的台语，准一班30个人，敢若10个人，敢若一个人学会晓，好无啦？学遮侪年了是遮笨，所以10个敢若有一个会晓用，嘛袂要紧。一班30个人，吼，3个人会晓。你看一年咱培养出偌济会晓台语的人口，对无？以后台湾至少有1/10的人口是会晓台语用较真认真的，啊，其他9%要安怎？伊虽然袂认得，但是伊嘛，因为伊学遮侪年，伊至少加减嘛知影迄是台语，知影是啥物话讲，袂讲拢看无对吧？啊，所以安尼市场就会拍出来，有市场了后啊吼，大家就去用，对无？是毋是安尼？所以台语较即马吼，局势无共款啊啦。以前2013年的时候，迄当阵阮去甲政府争取的是，迄年的诉求是啥？你知影？迄年的诉求是要互教育的台语教育的预算啦吼。伫2000多万迄年恢复到5000多万，恢复到以前杜正成部长时代，然后迄当时是蒋纬廉部长时代，蒋纬廉部长迄个时代恢复，所以迄年敢若2000多万，啊今年咧20多亿，20多亿，偌济倍？100倍。11年来，咱政府做台语的预算100倍。你看咱莫怪人外国来看讲恁台湾是安尼啊，有一个政府会家己的足税语言预算，10年来提升100倍无？台湾以外，无啊，当然这是因为啥会当提升100倍？因为啊吼，伊本来伤少伊啊，对吧？伊本来啊无吼，我问你啦吼，那咱的资产要提升100倍较简单，还是迄个啥？伊隆马斯克，伊的财产要100倍较简单。伊隆马斯克的财产要100倍就无法度啦，对吧？因为伊的数字伤大啦。好来，啊所以教台语啊吼，节目嘛袂少人看啦。啊，毋过啊吼，咱等下再来有中昼休困再来分享啦吼。我有一个节目叫台语听有无啊吼，你去 YouTube 看啊，台语听有无啦吼，台语听有无？但是啊吼，因为伊迄声调啊吼，你若讲台语听有无，听有无，足假的无？我怀迄个压假嘛吼，但是主持人知影我怀压假，所以吼，我伫节目内底为了效果啦，台语听有无？吼，安尼因为伊会当看啦吼，这是音乐的关系啦。好来，吼啊，就是台语的节目拢足侪人看的，但是安怎？好，即个课的最后，咱大家要准备食饭啦，吼，我来食饭之前，我想要教大家一寡甲食饭有关系的俗语，吼，互大家现场来，早起的课程就已经先学会晓几句顿安尼吼，好，但是伫这之前，要安怎讲？对海外，吼，对咱大家海外的朋友来讲，上重要是啥？有几个啦？第一就是啥？大人平常时爱讲台语，无扯手气啦。尤其啊吼，我即几工拢听到真侪人甲我讲，啊，我离开台湾伤久啊，所以台语拢无咧讲，拢扯手气啊，对吧？是毋是安尼？吼，所以吼，既然知影真久无讲会扯手，啊，大人明明大家拢会晓啊，啊，毋着讲，对无？毋着讲，大家拢讲吼，啊，足客气，啊，我台语不好啦，所以我用中文好了，比较好表达，不然我很难讲话。问题是我问你啊吼，你20分，我定来讲安尼啦，你20分的台语程度，干那20分对无？你无讲，永远嘛袂进步到30分对无？30分无讲，永远袂进步到40分，所以就是安尼一直去嘛。所以你一定爱讲才会进步嘛，对无？所以咱就爱对家己做起。第一步，咱平常时就爱讲台语，唔通互青疏去。哦，你讲了无好，无要紧，就是硬甲讲就对啊。我甲大家讲，像头拄我一开始分享的，我伫路西啊转来。无投台语系，结果去台语系教册，对无？迄当阵啊吼，迄当阵，我你知影吼，南部有一个医师，我迄当阵开始学台语，啊，南部有一个医师嘛吼，甲我讲吼，迄个张福柱医师，伊讲吼，即个适汉啊，我想要出一本啊吼 ，Tolstoy， 吼，罗西亚作家寓言故事啦，你帮我写一篇小解好，简单写2页就好啊，全罗马字。我就开始用迄白话字，迄当时是学白话字。我咧用白话字，我讲好啊，啊，我来甲写2页安尼啦，吼2页，寄去
早起寄互张医师，中昼就回啊，我除了连接词，就是我甲你的教啊吼 or ili and 迄种的我吼，啊甲代名词就是我你以外，每一字拢红字。每字拢写毋对，你知影？尤其是声调的部分，撇假咧歪高试出，迄是我打开始学罗马字，而且我是家己学的嘛，吼嘛无人教，因为阮的立场较歹势啦。台语系教授结果袂晓写台语哇，迄打入去的时啊，迄种歹势嘛，歹势去甲问嘛，家己看册，吼，家己学安尼，吼，就是安尼嘛，所以吼，迄老师毋着足济，啊无要紧啦，我嘛是硬甲写。硬甲写，我一开始中山医学大学的台语系讲吼，你爱用全台语上课，迄阵时我嘛无法度，我就写啊，本来我若法度全台语一半尔，嘛是爱透蓝，嘛是爱蓝啦，蓝咧上，但是我着硬讲，结果你看，就是到即马做台语的，所以咱大家拢会当安尼啦，咱大家拢会当安尼，平常时来讲台语啦，安尼就会愈讲愈顺，愈用愈好安尼啦。啊，第二咧，咱若有囡仔枵咧，即我原本要互大家看一个相片啦，但是已经爸父准备头拄仔上课之前才想起来，看一只迄个 Canadian Goose， 哇，遮足济哇昨阮等伊的路哩啦看到迄个一阵迄个故事咧。过车路，你知影？你过啊，大家车大停落来，扭遐咧过，我紧摕手机甲录影起来，本底录互大家看。但是大家顶个是应该真正看济啦，毋免我讲。我伊有啥？即种亚米仔的动物啦因一出世，听到人咧讲话，听到人咧叫，看到啥，就认伊做老母啊。对无？是毋是安尼？所以迄个亚米仔伊若一出世的时，看到是一只狗啊，伊就认迄只狗仔做老母啊，对无？伊就感觉伊家是一只狗啊，有无？动物有即种印象对无？所以人嘛是共款啦，细汉的时候，你若会较少年的未来有囡仔打要出世，对无？囡仔打要出世啊一出世的时代，甲伊讲台语啦，来甲伊讲台语，安尼伊就真惯势，伊就惯势讲迄是伊的第一语言，你知？迄甲心内的感觉是无共款的你知影？因为阮兜是一人一语的策略，就是我甲阮囡仔拢讲台语，阮太太就甲囡仔讲华语安尼啦所以细汉的时候，阮太太要甲囡仔讲台语，阮囡仔要甲讲呢。妈妈，你莫用爸爸的话甲我讲话啦！伊拢就是讲就是台语就是爸爸的话，华语就是妈妈的话，所以甲伊讲你莫用爸爸的话甲我讲安尼啦就叫伊讲华语，我讲台语安尼啦。细汉阮囝嘛，就是阮查某囝啦，阮查某囝就是讲我袂晓讲华语的，伊讲伊要去帮我翻译阮某甲讲的话安尼就是一人一语的册啦，但是有先讲无先讲所以自细汉两种语言拢是会无去你若去欧洲因为阮留学欧洲嘛，欧洲足侪话，就是厝里拢无共国家来，拢讲无共话对无？囡仔安尼囡仔其实袂会，但是伊会较慢开喙，就是讲伊着爱先听你甲伊讲啥物话，听以后，伊知影你确定你讲啥物话以后，伊一开喙就是迄种语言，你知影伊着自然会晓足侪语言，对，这对伊的思想足有帮助的。咱下晡再来讲，下晡我对伊的思想足有帮助，所以。你厝里甲囡仔讲，甲台语传落去，美式较食啦。美式有足侪家庭我拄着伫厝里讲台语，厝里讲华语，有无所以伊的囡仔台语比华语较好诶。美东即边就较少啦，嘛有，但是就较少安尼。咱应该甲即个语言传落去啦传落。若有机会啦因为若有机会，大家甲台湾迄边政府的官员甲立委见面的时因为我知影因。就爱来海外嘛，因为咱海外拢会甲因赞助嘛，对无？就是安尼，好有因讲爱重视无义啦，国内拼，国外海外嘛拼，两边做伙去杀落，迄对政府的影响力就会大，对无？是不是安尼？所以即3点，但是咧杀的是有一个所在提醒大家，伫厝讲台语的时，伫厝讲台语的时我定来讲我定来讲台语的朋友讲15年后、20年后，囡仔大汉的时。伊对台语的印象是啥物？是足温暖的我的是大人，我的阿爸阿母，我的阿公阿妈，常常用台语甲我讲故事，常常用台语甲我讲温暖的话，常常甲我娱乐。是，伊感觉伊想到台语比如说大个，我细汉的时候，阿公阿嬷一拄着我就要甲考试啦，12岁想的台语要哪讲，我拢背袂起来所以我逐个看到阿公阿嬷，我就惊，伊就要甲考试书本的台语要哪讲我就要走安尼就是讲，你用台语甲囡仔讲的时，你甲伊讲啥？
这最重要，这最重要吼！你唔通骂囡仔是在讲台语呢，是不是安尼？安尼囡仔以后吼，大汉以后伊的印象就是台语就是阿公阿嬷讲骂，啊是阿爸母讲骂的话，伊就袂瘾学啊，对无？伊就袂瘾学啊。啊是讲吼，你互伊感觉这个台语啊吼，就是一个压力足大的语言，安尼伊自然就不爱学啊，对无？伊自然就不爱学啊。但是你若用台语甲伊做伙做一寡新式的代志。对无？用台语做伙说，哎，你看有台语的放假呢，我点互你看，对无？是毋是安尼？你着点个，你着互伊看台语新式的放假，啊是讲吼，甲用台语甲伊酸言，酸言，甲伊讲有趣味的话题，啊是甲伊讲温暖的话，安尼伊大汉以后回想起来，迄个台语伫因心目中就是温暖，也是新式的语言，对无？是毋是安尼？这个无共款啊，这个无共款啊，吼。所以这种物件真足重要。我定定讲啊，若是台语是一个品牌啦，安尼吼，伫大家心目中，这个品牌形象是啥款？恁大家对鱼米、益美啦，益美食品对无？咱大家对鱼米的印象是啥？食的物件，若买鱼米的印象是啥？好食，安心对无？是毋是安尼？但是鱼米有出过食品安全问题无？嘛是有呢，但是大家对伊的形象印象嘛是好食，对无？嘛是安全卫生，对无？是毋是？迄就是品牌形象，所以大家对这个品牌印象是啥？有的品牌真拍拼，但是因为之前做过无好的代志，所以嘛是大家对伊印象就无好，对无？是毋是安尼？所以就算真拍拼，大家嘛感觉迄是乌心的店家，对无？是毋是安尼？咱就莫记咧啦，莫记咧，大家心内可能拢有一两件是安尼吼。好但是所以台语若是一个品牌，大家对伊的形象是啥？台语，大家若讲到台语啦，台语人，我讲一句话，就要甲纠正3个所在，对吧？是毋是安尼？还是讲我台语，互我出大压力。这是我头仔讲的，你伫厝里甲囡仔讲台语的时，你互伊印象是啥？印象这最重要，这甲大家互相勉励啦，互相勉励。过来，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生活，甲囡仔讲，囡仔就会晓。你莫甲恁牵手讲恁迄个啥夜间部的同学对无？你无拢甲伊讲来咱做伙来讲台语，甲囡仔讲，当然伊若有即个意愿是上好，是第一名啦。真侪母语家庭是安尼，就是去影响另外一半，做伙去囡仔，迄效果上好，但是囡仔无用嘞，囡仔无乖嘞。无要紧，你先莫甲勉强，咱伫家己做起，家己较简单对无？所以你对囡仔讲的是，像我共款，我细汉一人一句切着一人一句真简单，上简单。你免去甲规家伙仔对抗，你只要甲好好你家己的囡仔斗阵就好啊，是毋是安尼？你只要好好你家己的囡仔斗阵，安尼吼，你的囡仔自然就学会晓台语啊啦，安尼了解啦吼。过来就是看台语节目，听台语歌，效果袂歹啦，效果袂歹。好，咱先讲到遮，因为等下要甲大家教俗语啦，最后我想要留一寡时间是俗语时间，咱即个课先到遮，好，感谢大家。